谢他们精彩的演出。第二首，我们将接着欣赏贝多芬的弦乐四重奏 F 小调第11号严肃。这首作品顾名思义是紧张且严肃的，节奏急促，带有冲突感，也是贝多芬所写的弦乐四重奏曲当中最具戏剧性的作品。让我们欢迎庄怡萍、许哲伟、吴宇杰、吴宇珍以这首强烈的音乐，带我们进入贝多芬的音乐世界。